真係諗唔到有朝一日用900蚊嘅月供可以睇一間大裝修及大家私家電嘅正規住宅兩房，36萬係佢嘅總價。新北江小學同青城中學係佢讀書報名嘅方向。講真，喺今時今日同等嘅情況，你最少都租1300蚊吧。喺呢度你自己直接供翻間。今期我哋嚟睇呢個位置喺城市花園對面嘅西戶型喜悅里，配套有萬福國際廣場，2個字成熟，屬於市中心地段。喺呢度總共就2個戶型，一個係22萬嘅單房一衛大陽台，一個係36萬適合小家庭嘅兩房。每個戶型嘅細節都係有陽台、廚房、通天然氣，屬於住宅性質，民用電、民用水，大學位可入戶啊！各位老闆如果想整翻間自己嘅小天地，呢度係一個唔錯嘅選擇，適合小家庭。單房22萬，兩房36萬，首付1萬，月供900，好過租屋。有興趣嘅老闆就記得關注私信我或者評論區發夠5就我將資料打包發晒俾你，24小時5分鐘隨時回覆你嘅信息，幫手點個讚，祝你萬事大吉，撈乜都得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